大家拢知影赛车袂使用手机啊，用手机啊是违反规定的，若是互抓到会罚3000块。严格呢，即马就一个客运司机拿赛车拿看影片，客运业者已经回应讲，已经甲即个司机记大过，而且会加强教育训练。人客载几车，客运司机车拿驶，驾驶座倒平，光影是四个，真少甲看，手机啊咧放影片。人客头讲，司机若驶车哪看手机啊无专心，上国道了，虽然车速变紧，不过手机啊嘛照看，去甲公司反映。有关这部分，那驾驶人是坦诚他的缺失啦，他也感到非常的抱歉啦。我们公司会记大过一次，并列入在教育名单。这是往回新北市南口甲台北市政府的967客运，司机承认有哪驶车哪看影片。防记大过，搁会加强教育。不过像安尼，驾驶咧驶车的时阵，用目睭看手机啊，并无用手提，敢有违法？那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就是不太安全，因为他车上还有其他人，我自己觉得应该要算是违法。法律上讲应该算吧，因为那天我做一个司机，他就在这里，他有接电话，交警就把我们拦下了。伫路面驶车，敢会当用手机啊？法律有规定，若是用手提、有卡、有接、有讲话。就会当罚3000块，不过用手片放伫架仔顶的手机啊，嘛是有问题。你是架在手机架上，那你如果说明确是，假如说你有发现蛇行，或者是说你有差点撞到其他人车的话，那这种有明确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方式，我们就会依个案去做审认，看他是不是有道交条例第43条危险驾驶的适用。那赛车那回信息看影片，甚至算手艺，警方讲。准讲无用手提，只要是情形严重，妨碍到交通安全，共款是构成危险驾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